请问奢侈品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奢侈品啊，奢侈品是，必须这边是量商物件。哦，量商的物件，就是讲哦，咱有剩的钱，摕来去买这个物件。哦，啊，对啊，我就是有影有钱嘛，有钱嘛，无得开嘛。嘿啊，我边仔佫较侪钱，你安怎？我就摕去买迄物件。啊，我这边吼，我认为叫做讨债米。你佫较用？哈？为什么？你真正都安直接甲尖落安甲拄落去啊？因为就是迄个物件无必要的嘛。嘿啊。但是你佫开钱去甲买，伊唔是一定需要的。无唔对。量商物件，敢若是较无遐负面的哦，讨债米较亲像咧骂人。嘿，因为对有钱人来讲，迄嘛毋是啥物负面，对，迄毋是啥物钱，嘿，毋是嘛啥物偷笑的物件，是，对。讲因为我甲我阿妈咧讲台语嘛，啊，伊细汉时阵若是买一个物件贵匆匆，伊就讲啊，你足讨债的物啊，啊，伊就安尼讲，所以我想讲，若是讲大家较正咧讲的，应该会是讨债。讨债这种讲法，大家较常听到，哈。啊，迄个量商较毋捌听到，哈，所以这量商米啊，哦，他38.9%的人算尔，啊，这讨债米哇，61%的人，61.1%的人算。